大家有冇聽過植髮呢？到底植髮係啲咩嘅原理呢？有啲人會問，我哋將啲冇敏感毛囊嘅頭髮移植到曾經有敏感毛囊嘅位置，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佢咪一樣俾咗 DHT 攻擊，繼而脫落咯。咁我植髮咪好嘥錢？到底又係咪咁嘅呢？其實植髮嘅原理咧，係呢個頭髮嘅資源再分配嘅一個過程嚟嘅，就係將冇敏感毛囊嘅位置嘅頭髮移植到去曾經有敏感毛囊嘅位置。雖然大家將冇敏感毛囊嘅頭髮移植到去禿頭嘅位置，咁而因為呢啲冇敏感毛囊嘅頭髮咧，佢哋係唔會受到 DHT 攻擊，所以咧佢係唔會好似你之前咁樣再有甩頭髮嘅現象出現。咁但係我哋甩頭髮唔係淨係 DHT 嘅攻擊而引致噶嘛，咁亦都有其他原因，例如你嘅毛囊發炎啦，你俾呢個馬拉色菌咧入侵嘅時候引發呢個炎症啦，又或者因為你個頭部嘅衛生環境唔好而引致嘅其他嘅脂溢性皮膚炎或者其他嘅皮膚炎，呢啲嘅皮膚炎其實就係脫髮嘅元兇。所以即使大家做咗植髮都好，喺頭皮嘅護理上面、毛囊嘅看護上面咧，都係要好小心嘅。所以咧，我都推薦大家咧係繼續咧係每一日洗2至3次頭，繼而用消炎殺菌、去除油脂，非常之有效嘅中藥護髮洗頭水去清理你嘅頭皮。咁樣樣你嘅頭髮咧移植咗之後咧，都能夠確保佢可以繼續喺個位置裏邊咧健康咁成長啦。